各位老友記大家好，今日講點解你做生做死，下半年個戶口都係冇錢剩，甚至成日被人背叛穿小鞋。大環境咁差，你如果再錯過8月6號關帝誕，下半年你就只能繼續食白果，觀音保平安，但想極速斬小人引爆下半年橫財，全靠呢一日武財神顯靈。今日教你拜關帝必備嘅3樣嘢，同埋橫財大爆發嘅3個生肖。想翻身嘅老友記即刻點讚訂閱，我哋即刻開講。我哋先嚟講下為什麼2026年嘅下半年拜關帝會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加重要。大家睇下現在嘅大環境，2026年係丙午火馬年，正值九紫離火運嘅極盛時期，社會節奏極快，競爭慘烈，好多人做生意面臨結業潮，上班族面臨財源焦慮，甚至身邊嘅朋友、合夥人都可能會因為利益背叛你。在這種雙重火旺嘅年份，人心係非常浮躁嘅，社會上嘅磁場亦都極其不穩定。很多人會發現自己明明好努力做嘢，但係錢財好似過手雲煙一樣，剛剛賺到一點錢，轉頭就有意想不到嘅突發開支將你嘅辛苦錢扣走。喺呢種火旺節奏快、人心浮躁嘅磁場入面，如果你單單係求平靜、求順其自然，係完全不夠嘅。你身上必須要有強烈嘅陽氣同剛猛之氣去壓住所有陰邪小人同埋破財嘅磁場。而關聖帝君正正係集中義勇武於一身嘅至尊神明。喺風水命理學入面，財神係有分文財神同武財神嘅。文財神比如范蠡、比幹，係幫你看守正財，保佑你人工穩定，一步一個腳印，慢慢積累財富。但係喺2026年呢種快節奏嘅年份，如果你單靠正財，你升職加薪嘅速度根本追唔上物價同生活開支嘅上漲速度。如果你想喺下半年有意外之財，例如股票投資有斬獲、副業大爆發、接大訂單、抽獎過關，甚至有人自動雙手捧錢上門還債務，呢啲統統都係屬於橫財同偏財嘅範疇。呢啲就完全係武財神關帝爺嘅管轄範圍。關帝爺手持青龍偃月刀，身跨赤兔馬，把刀一出，不僅能夠為你喺慘烈嘅市場競爭中開闢出一條全新嘅財路，更加能夠幫你一刀斬斷身邊所有阻礙你發財嘅爛桃花、假朋友，同埋暗中害你嘅小人。所以8月6日呢一日，你一定要抓住。呢個係你向武財神借運、借氣、借財富嘅絕佳時機。咁樣8月6日關帝誕呢一日，到底應該喺乜嘢時間去祈福拜祭，效果先係最好嘅呢？很多人拜神隻係隨便揾個時間去，甚至下午或者夜晚隨便點支香，結果效果大打折扣。我話給你知，8月6日有2大黃金吉時，你必須根據你自己嘅訴求去選擇。第一個黃金吉時係午時，即係中午11點到下晝1點。午時喺一天入面係陽氣最盛、陽光最猛烈、天地磁場能量最高嘅時刻。由於關帝爺係至陽至剛、一身正氣嘅神明，午時嘅天地氣場同關帝爺嘅赤膽忠心係極其契合嘅。如果你係上班族，覺得身邊成日有小人穿小鞋，同事搶你功勞，或者你係開公司做生意嘅老闆，面臨生意競爭慘烈、客戶拖欠貨款、合約糾紛，甚至官非紅身，你一定要選擇喺午時去關帝廟拜祭，或者喺自己公司同屋企嘅南方位置祈福。在午時拜關帝可以最大程度借日光同關帝爺嘅威嚴，將你身邊嘅所有邪氣衰運小人統統燒光。如果當天你在公司上班，不方便去廟裏，你在午時抽空站在窗邊面向南方，心裏面默念你自己嘅姓名、出生年月日，同埋你希望關帝爺幫你斬除嘅小人或者事意阻礙，然後喝下一杯溫開水，吸收這股陽氣，咁樣你下半年喺職場同生意上就會一路順風順水，小人退避三舍，冇人敢惹你。第二個黃金吉時係戌時，即係夜晚7點到9點。戌時喺八字風水上被稱為火庫，火能生土，土能聚財。戌時係暗財聚祿、財富大開、偏財磁場最活躍嘅時刻。如果你拜關帝嘅主要目的係想求橫財、求偏財，想投資順遂、副業爆單，甚至係想追回別人拖欠你很久嘅欠款，你一定要抓住夜晚7點到9點呢個時間在戌時祈福。
不能激活你自己命理入面嘅財富，仲能讓武財神將外面嘅暗財同橫財極速吸引到你身上。你可以喺屋企嘅客廳或者玄關面向門口或者東方點上3支好香，或者心裏面誠心祈下，只要你時間選對了你嘅祈福，信息就能直接傳走到神明那裏，功效自然事半功倍。接下來我要講到今集影片最關鍵嘅核心內容啦。大家去拜關帝或者喺屋企祈福嘅時候，到底要準備乜嘢供品？很多人以為隨便買啲水果、買盒餅乾就得，錯啦。關帝爺係武將出身，係性格極其鮮明、講究威嚴同忠義嘅神明。你準備嘅供品對唔對，直接決定咗關帝爺收唔收你嘅心意，願唔願意幫你在下半年顯靈。今日我話給你知，拜關帝必備嘅3樣嘢，缺少一樣，招財效果都會大打折扣。第一樣嘢係赤豆或者紅棗。為什麼係赤豆或者紅棗呢？民間傳說同典籍都有記載。關公係面如重棗，赤色代表忠心，代表赤膽忠心同火熱嘅運氣。赤色喺九紫離火運入面，亦係最強嘅開運顏色。準備百花飽滿、沒有破損嘅紅棗，或者一小碗赤小豆，供奉喺關帝爺面前。紅棗象徵着你的事業同財運紅紅火火，赤豆象徵着粒粒係財種子。喺拜完關帝之後呢，白火紅棗你可以自己吃掉，這叫做吃財氣，將武財神住嘅火旺運氣吃進肚入面。而嗰些赤小豆，你可以拿白粒裝喺一個小紅封包入面，隨身放在你嘅銀包或者手袋入面。無論你用長銀包定短銀包，都放在最放錢嘅嗰個隔層。這就係下半年為你招橫財嘅財母種子，能源源不絕地將外面嘅財氣吸引進來。第二樣嘢係3杯高粱酒或者高度白酒。關帝爺係沙場上持金嘅豪傑猛將，關公過5關斬6將，溫酒斬華雄，單刀赴會。最講究嘅就係豪氣同英雄氣概。你拿甜酒、啤酒或者水果茶去拜關帝係完全不合體統嘅，神明下都不會開心。必須係高度數嘅白酒或者高粱酒，最好係50度以上嘅酒香要濃郁。酒喺粵語同漢語入面暗音九，代表財運長長久久，生意長盛不衰，人緣情長久。供奉3杯高粱酒，代表敬天敬地敬神明。拜完神之後，你可以將少許嘅白酒微微攤喺自己公司門口或者屋企大門外面嘅地上。呢個動作喺風水上叫做攤酒劃界。這就相當於用酒精嘅火氣同神酒嘅能量，在門口畫出一道無形嘅防護罩，代表借武財神嘅威嚴，將所有小人邪氣同病氣擋喺門外，同時將門外嘅財氣通通封鎖喺你屋企入面，讓財氣只進不出。第3樣嘢係關帝開運金白羽88元紅封包。我相信呢個係很多老一輩做大生意嘅港商台商暗中喺度用嘅獨門秘法。去廟裏拜關帝嘅時候，除了準備正統嘅關帝金白之外，你自己一定要提前準備一個全新嘅紅封包，入面放入88元港幣或者人民幣。最完美嘅搭配係2張50元加3張10元加8個1元硬幣，或者1張100元加1張50元加1張10元加8個1元硬幣湊齊168元，象徵發發同一路發。拜關帝嘅時候，將呢個紅封包放在工作上，誠心向關帝爺祈求，讓武財神加持呢個紅封包。拜完之後，將紅封包喺關帝爺嘅香爐上面，順時針方向轉3圈，這叫做過香火吸財氣。拿回家之後，將呢個紅封包放在你屋企嘅財位、保險櫃，或者直接放在你自己平時用嘅銀包入面，放足整個下半年。呢個紅封包就係你同武財神之間嘅財運契約，能幫你在下半年不斷吸引意外之財，鎖住財富不漏財。講完呢3樣必備嘅嘢之後，我一定要極其嚴厲地提醒大家一個致命嘅大忌。呢個大忌如果你犯咗，不單拜關帝求唔到財，反而會導致你下半年大漏財，甚至官非蒙身。呢個大忌就係拜關帝千萬不能用牛肉。大家一定要記住，關帝爺嘅坐騎係赤兔馬。關公一生講究忠義，而牛喺古代係耕田嘅忠誠夥伴。牛有大德，在道教同傳統民族中，牛係極具靈性嘅動物。喺關帝面前供奉牛肉，係對關帝爺同忠義精神嘅極度不敬。
以往有很多人不知情，拿牛肉乾或者含有牛肉嘅供品去拜關帝，結果回去之後生意立刻呆損，或者同人發生嚴重爭執打官司。所以大家準備供品嘅時候，可以用豬肉、雞肉、熟魚或者素食糕點鮮花，但切記絕對不能出現牛肉。另外，供奉嘅水果一定要係新鮮嘅，不能有腐爛或者發霉。水果數量要係單數，比如5個蘋果或者5個金桔。蘋果代表平平安安，金桔代表大吉大利。供奉完嘅水果要分嘅家人吃，代表吃福念恩。講完拜祭嘅吉時同供品之後，現在我要揭曉今日最震撼、最多人期待嘅重頭戲啦！喺8月6日關帝誕之後，隨着武財神氣場嘅激活，有3個生肖喺下半年將會得到關聖帝君嘅強力加持。橫財運極速爆發，想窮都難。大家快啲拉埋身邊嘅親朋好友一齊嚟聽，睇你同你家人有冇有榜上有名。第一個下半年橫財極速爆發嘅生肖就係生肖虎。屬虎嘅朋友恭喜晒你！喺2026年丙午火馬年，屬虎同歲君係屬於人午半合嘅局勢，本身就有極其強勁嘅合夥局氣場。而到了8月6日關帝誕之後，關帝爺嘅武財神氣場會將屬虎人身上嘅人目徹底點燃，轉化為滾滾不絕嘅財源。屬虎嘅人性格本身就有魄力、有野心，但上半年你可能會覺得手腳被撳住，想衝又衝唔出，甚至有小人在暗中阻礙你分走你嘅利益。但係到你下半年，關帝爺嘅青龍偃月刀會幫你將所有小人同障礙一刀斬開。屬虎人喺下半年嘅橫財運主要來自於男貴人同事業突破。如果你係做生意、做轎物或者搞副業嘅屬虎人，下半年第3季度和第4季度，你會遇到有實力、有背景嘅男性貴人帶提你，給你帶來大訂單或者絕佳嘅投資機會。如果你係上班族，下半年你很有可能會得到男性領導嘅重用，並升職加薪，仲會有意料之外嘅項目獎金、分紅或者提成。屬虎人喺關帝誕呢一日，一定要喺午時去祈福，隨身帶一個紅封包或者穿一件紅色嘅衣物，徹底激活你身上嘅火旺財局。下半年你絕對可以打一個漂亮嘅翻身仗。第二個下半年橫財極速爆發嘅生肖就係生肖狗。屬狗嘅朋友你要注意啦，屬狗喺風水命理上面係屬於戌土，戌土本身就係火庫，亦係財富。喺2026年，屬狗同馬年係戌午半合，而8月6日關帝誕嘅戌時，正正就係屬狗人嘅財富被徹底打開嘅往時。屬狗嘅人在上半年可能過得比較辛苦，賺到錢又存唔到，經常有意外嘅開支讓你花錢如流水，甚至有被人借錢不還嘅情況。但係到你下半年，關帝爺會成為你財富嘅守護神，關帝爺般幫你在下半年將財富大門打開，讓橫財滾滾流入，更加能幫你鎖住財富，讓你賺到錢能夠實實在在存下來。屬狗人喺下半年嘅橫財運主要來自於不動產投資回吐、股票解套同埋意外中獎。如果你之前有投資股票買咗房子，或者有人欠你錢，下半年嘅些資金很有可能會快速回流，甚至會有意外嘅資本增值。屬狗人喺8月6日關帝誕當天，最好選擇喺夜晚7點到9點嘅戌時去拜關帝或者祈福。喺自己銀包入面放一個裝有88元嘅過香火紅封包。下半年你嘅財富積累速度將會快到連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第3個下半年橫財極速爆發嘅生肖就係生肖羊。屬羊嘅朋友聽清楚啦，屬羊喺命理上面係5味6合，同馬年係6合吉星高照。屬羊人性格通常比較溫柔、善良、顧家，但缺點係性格太軟。喺職場同生意上容易俾人吃定，容易被心術不正嘅小人佔便宜或者搶走功勞。但係到了8月6日關帝誕之後，屬羊人將會迎來命運嘅轉折點，因為關帝爺嘅威嚴同光猛氣場會正好彌補屬羊人性格上嘅軟弱，給屬羊人注入一股極其強大嘅霸氣同財氣。屬羊人喺下半年嘅橫財運主要來自於暗財同副業爆發。你可能會喺主業之外，無意中開啟一個極具潛力嘅副業，或者收到意想不到嘅轎物提成，暗中嘅財物寬贈，甚至喺投資市場上
你憑直覺買入嘅項目都會給你帶來豐厚嘅回報。屬羊人喺關帝誕呢一日拜關帝嘅時候，要重點祈求貴人相助，小人退散。只叫你身邊嘅爛桃花同小人被關帝爺斬走，你下半年嘅財運就會好似坐過山車一樣，一路狂富。講到呢度，我知道肯定有好多朋友會問，如果我嘅生肖不是虎狗羊，係唔係代表我下半年就冇橫財運啦？大家完全唔使擔心，因為關帝爺係大公無私、至公至正嘅武財神。只要你在8月6日關帝誕呢一日誠心誠意去祈福，按照我教你嘅方法去準備那3樣必備供品，避開牛肉等大忌。無論你係屬龍、屬蛇、屬猴、屬雞、屬鼠、屬牛、屬兔定係屬豬，你都一樣能夠得到武財神嘅庇佑。比如屬龍嘅朋友，下半年可以通過展示才華賺取名氣財；屬蛇嘅朋友，下半年適合動中生財，多出門跑，業務財源更旺；屬猴同屬雞嘅朋友，下半年金水相生，適合靠智慧同人脈獲取偏財。屬鼠同屬馬嘅朋友，雖然下半年有些沖克，但拜到關帝爺之後，能幫你化沖旺為財，將變動轉化為賺錢嘅機遇。屬牛同屬兔嘅朋友，只要守住本心，拜關帝能幫你避免暗中破財。所以所有人喺8月6日呢一天都可以享受到武財神降臨嘅福澤。講到呢度，我還要加碼送給大家一個非常獨特、極其靈驗嘅獨門秘法。呢個秘法專門針對2類人。第一類係喺職場上成日被小人穿小鞋、被背叛嘅上班族。第二類係做生意被人拖欠貨款、借錢給別人，對方遲遲不還嘅朋友。如果你面臨拖欠款嘅問題，喺8月6日關帝誕呢一日，你可以準備一張乾淨嘅紅紙，用黑色的筆喺紅紙上面寫下欠錢不還那個人嘅姓名、大概年齡同埋他拖欠你嘅金額。寫好之後，將紅紙折搭好，放在關帝爺嘅供桌上，或者放在你屋企拜關帝嘅香爐旁邊。拜祭嘅時候，你在心裏面誠心向關帝爺公告，祈求武財神做主，感化或者催促對方生出愧疚之心，盡快將欠款歸還給你。關帝爺最恨不講信用、不講忠義之人，用這個方法往往能夠喺短時間內收到意想不到嘅催債效果。如果你係喺職場上想防小人，8月6日當天，你可以檢查一下你辦公桌嘅風水。喺風水學上，辦公桌嘅左邊係青龍位，代表貴人同權力；右邊係白虎位，代表小人同口舌。白虎位千萬不能雜亂，不能放破損嘅東西，仙人掌或者剪刀。在8月6日吉時，你可以在辦公桌嘅左邊青龍位擺放一尊小型嘅關帝開運卡或者一個黑曜石擺件，這就叫做青龍鎮白虎。關帝斬小人，咁樣一來，下半年無論身邊嘅同事或者競爭對手怎麼算計你，都傷害不到你分毫，反而一藤嘅算計會變成你升職加薪嘅凳腳石。真係非常感激各位老友記抽時間陪我聽到呢度，你哋嘅每一分支持都係我用心製作內容嘅最大動力。命理玄學係一套指引，但真正能改變命運嘅，永遠係你願意跨出第一步嘅行動同心態。希望今日分享嘅天機可以喺下半年為你同你嘅家人遮風擋雨，引財入庫。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所啟發，記得幫忙點讚、訂閱頻道並開啟旁邊嘅小粒燈，分享俾身邊最關心嘅人，跟緊我哋嘅腳步。我哋下一期繼續為你解鎖更多轉運玄機。祝大家下半年小人退散，橫財就手。我哋下一期再見。